普利食物银行的工作同仁正在将募集到以及企业赞助的物资整理好，放进协会门口的冰箱，等待有需要的民众免费索取。这样除了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民众，还能减少食物的浪费，将简单的食物化为不简单的爱。我们普利关怀协会呢，这5、6年来呢，一直在关怀弱势。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有时候呢，给他真正最好的帮忙呢，最适当的帮忙呢，就是提供食物。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在2019年，也就是在108年的11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成立了食物银行。那希望借着食物这个媒介呢，能够关怀更多社会的这些边缘的一些家庭呢，所谓的脆弱家庭。借着这个食物，给食物的这个媒介呢，能够真正发现他们的问题所在，甚至给他们一个引导。所以呢，食物银行呢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协会长期默默付出，也得到许多民众以及企业团体的肯定，共同加入志工以及捐赠物资的行列。看到我们的许多邻居，他们真的过得不大好，所以。有一天我发现普利在这边设了普利，然后把这个有许多的食物的东西让他们可以分享给他们，所以他们都很高兴的来拿。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个单位非常好，很多的企业就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啊，甚至像家乐福啊。他就把一些即期食品呢提供给我们，我们经过社工的整理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食品呢，快过期的呢，当成另外一个公益品呢，转赠给需要的人。好，否则的话，在超市里面可能有一点苹果，有一点撞伤，它就会丢掉。但到这里来，我们不会把它丢掉，我们不会把它重新整理，然后给需要的人。普利食物银行目前在新营区以及东区都有食物银行的据点，未来在嘉里区的据点也正在筹备当中，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更多弱势边缘户。普利关怀协会也欢迎想要捐赠物资或者是有物资需求的民众前来台南市东区大同路2段61巷6号了解询问。普利社区冰箱，简单的食物，不简单的爱。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好，谢谢。